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大家做啲好福起來，一路以來收嘅非常多農產品啊、農藥嘅都同大家來見面，唔單止分享一啲農產品，還有農藥嘅故事以外，還同大家分享嘅當到也神農教育嘅課程，上來也神農教育嘅課程上來，從幼到那片咯，其實有一部分當從幼嘅就係一本小朋友啲講，也就師傅係對那片來嘅。韓國愛當愛食也就食物唔好打上，愛本也就了解下貴嘅食物嘅生長嘅過程哦。故所今日節目當中，我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呢啲神農教育嘅課程，韓國愛直接到節目當中教本大家看哦。先細細嘅格來分享，今日節目度也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佢唔單唱係農民，韓國咪係沙期規劃師嘅王正權，大家分享。阿權妹好，大家好哈，我係來啲。新竹人九年鄉嘅紐約行嘅王正權吼，係。當歡喜，有個邀請你，要再個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廿擺，青葱要愛同大家來分享嘅係神農教育，韓國係帶嘢懂到東西，愛本阿權妹教一下。先問一下王太講，你一般來講，你帶神農教育嘅課程嘅一條小朋友嘅年紀差唔多係幾大嘅？我哋差唔多啲5歲開始就去上課咧，到17歲，高中。高中，按太範圍嘅學生嘅小朋友，全部都係唔帶嘅對象。錯。故所我今日就化身一下這個小朋友。18歲。剛剛沒講17歲，天天係跟我做17歲，今日阿權問我就是17歲嘅小朋友。故所我開始來教一啲神農教育嘅課程，上來我用嘅教第一種我來做嘅係啲眼面頭前有一張。竹槓嘅，係，我哋喺竹槓啊，嚇，攞嚟做花盆。花盆哦，因為啊，度好，差唔多度好嘅大細，韓國底度又有一個孔，韓國係貼片鑽孔嘅。錯。鑽孔就係因為愛半日水做的。瀝水，唔係啲知道改片啦。古時候我拿到要竹槓，我第一步我先做乜嘢呢？你先攞佢彩繪，先畫圖。啊。所以我最好畫圖嘅。呀，所以我可能對2歲開始就懂要畫圖誒，就懂好畫圖。嗰時候我一下，我愛出隻到節目當中畫本大家看。我愛先來畫一個日頭。一般來講，一般來講，帶給小朋友佢也都會想愛畫乜嘅東西，因為鼓勵佢也都愛畫乜嘅東西。我記得自由創作。哦。唔講我哋有資本本佢3隻色添。係。哦，你睇將啦。3原色。3原色，不如一條啊。故所按用本基亞的調色嘅過程當中，可能要做啲本基亞的了解，親自去實驗課本底度好多嘅東西，對不對？也是有在上這個美術課，也是會教到這個3原色的部分。唔可以講一下拿到是法拉比包，大概色都有嗬，對3隻色去教，去配色出來。自家去配色。好，我一下畫一張日頭，這個畫一個山呢，好，啊，好可愛哦！故所其實在按用嘅過程當中，你係所有嘅年齡層嘅小朋友都會本佢也都畫也都係。冇唔錯啊，因為佢來參加也都課程嘅時間，是必須要來了嘛。來了教嘅時間仲下魔術機嘅條啊。嚇，魔術機嘅做唔得帶哦。做唔得帶。哇！故所佢也就到太自然嘅環境度向，自家自由發揮，想愛畫乜嘅就畫乜嘅。錯冇唔錯。哦。創作力發揮。故所藝呀，他就發誒按鍵。其實阿權妹藝冇乜該會畫圖。懂厲害咧。不過其實藝拿到樣嘅就自家就有一種想法，就是我想要有入寮坑的感覺，要有山，要有風景。故所藝就畫呀有山呢，藝就做在那裡種樹，因為也係全部田野嘅東西。冇唔錯。對。你下個你畫好了以後啦，你是愛落奶。落奶，奶係牙頭前一盤嘅奶。你也是普通一般我哋用來培養土，還有我哋自家做來堆肥。哦，還有做堆肥。沙基地背後就做嗰種土壤改良。地背就嘅農行啊，還有啊酒粕，還有貝殼粉。貝殼粉。還有骨粉。還有你下。加咖啡渣，咖啡渣咩做定拿嚟做也堆肥，因為佢係天然嘅東西。
给按用堆肥，你刚刚讲的迄所有堆肥的材料，不过佢爱经过一个制作的过程，因为堆肥听说爱经过发酵，发酵嘅过程有很用的。一般来讲吼，我哋前老了条东西，加个条材料吼，搅啊，搅以后呢，所以淋水，淋水将会发酵，然后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不记大家嘢可以差不多变4度。哇，工作差不多1个礼拜可以变1度。一天都要变。因为咋？有淋过水的时候，佢会从你烧起来。因为它在发酵，有这个化学作用，工作佢会烧。然后佢会长菌丝，里面会有微生物菌等多，该是会变成天然的力肥。你讲你下，你老佢搅好咧，是实条拿去买肥吼，该你种来菜有条会变绿爽。因为佢会有一些的温度，不说要等佢完全这个作用已经全部发挥完了之后，当做再拿来使用。或者说亚基引黑完全发挥作用，已经完全发酵完了，熟成了。熟成了之后就捞奶，落姜虾，然后是一掉落去，冇全部一咯。给我一皮有条铺好带下。铺到带下，铺上去，一般差不多。一般好，等一下哦。好，差不多一般呢。差不多，你是要馅在底下，你看要种乜嘅东西？像係條底下就種啲係切前菜，有辣椒哦，辣椒誒，跟係馅辣椒誒好誒。呀，辣椒誒，其實我葉片有2盤都係辣椒誒，不過辣椒誒看起來，它冇像用其他細條，也係乜嘅辣椒誒啊？朝天椒啦。呀，就按到朝天椒。向蛋糕上誒。真嘅呢，有看到冇？加嘅這個辣椒是香蛋糕、甜蛋糕按用上嘅。你啊，หั่一盤你啊，仲係掉下來，是糯米椒。嗰種它唔會辣，也會下辣，凍辣。嗰種你討好，你愛種嘅出杯以後，講完咯。你是攞佢綁起來。攞佢綁起來，好。發筆起來。好，綁起來。哎呦，其實以後拿起來以後就攞佢捏一下。捏一下都入面。咩？加件可以攞佢鬆一下。鬆一下，安樣。鬆一下。我嗌老姜老姜嘅件種法。唔係，佢你下上個黑，攞佢鬆咧以後，佢把上好好。嗰種係按樣有鬆到嘛？按樣是做得，差唔多。好，然後就放落去，放落去，好。cái蛋糕做浸掉，你加有機肥。再個放掉嘅落去。再個放上去。好，按鈕。之後。好可愛哦！cái小朋友咧，佢拿轉去以後哈，其實淋水是做得咧，其實唔是做落皮。因為你係有機肥是留佢強下。因為蛋糕同帶下全部都有機皮嘅。係冇錯，其實會長個洞孔，只轉去是留固定，可以變我有熱條曬嘅地方通風而不要淋水，是做得。唔過像按用太細差唔多按太嘅按用嘅花瓣咧，按用係有拉本也就出會有空間好生長嘅。有做得，因為你下嗬，你種愛，我哋都先愛種愛咧，唔係像條哥愛，叫佢上個動態鋪，讓我動醬。你看細細鋪，像你看你差不多30公分，其實有大咧。對。你看愛種愛是愛用嘅。哇，嗰時候按用就當簡單，就做在帶一盤出不轉都不卡。係冇錯。對。該所以你該像你條花瓣嗬，該係就是回收。重複利用。本該條菜上嗬，其實拿轉去做重新育苗。只唔係講，像有啲你係種了條，它唔啲冇干冇殺啦。當然是歐北跳，我是拿一焚化爐，你要是做前你知道環境的問題，對，就會有污染。你是做那種回收啊，再利用啊。唔講藝師都唱家下，睇個二手機嘅也有幾皮啊，佢看起來因為老奶全部攪強下，看起來就冇乜個有嘅皮料嘅感覺，看起來就是很乾淨，因為它跟土全部混雜到強下。香港裡面有啲嘅見到沙佢哋都推通按用嘅有機皮。有你理事長哈，然後你就強下做了都療行土改廠。土改廠用也有機堆皮嘅方式。冇錯，因為咋奶嗬，長條你用化學肥嗬，佢會啦。
乃会酸发，韩国硬，会硬脱，哦，是好唔会像遐搞到话，你看是松松，因为底部又有个嘛个咖啡渣，韩国又有个龙红，全部就是让泥土会松的东西。没错哈，该啲啊地方就是有老any社企人合作合作其实讲，其实咁樣你下其下廣東太美，條歌都係種化學培，可以咁樣上下是為上下冇安醬啊，呢種化學培係時就培喺落當多。安用就它冇好用化學培。係啊，落水嘅時是啊，從而係流失掉。對。咁呢啲啊有機會攞去推廣出去嘅時，其實然後呢啲啊，用好便宜嘅價錢再買到啊，買到以後呢，咁佢又對佢環境又好。该对你现代东西没好好，对，我们讲都是化学的东西，用纯天然嘅方式，错唔错哈？该你理事长含义讲，动力化其实认养了，认养了一块该感染，会离感，完全是用有机的方式去工作。姑嫂，我真的觉得按用咩算一个广告嘅概念，因为其实测掉同他来讲，鸦片、鸦地会离炎、鸦感染，全部就系用有机代皮来做嘅。本太家看，你看有冇用化学皮做到样板？因为上好讲哇，其意思是这样的，唔是救农药，唔是用化学皮，cái东西呢。就好好些，就讲，很只咯，还卖出去。哇，姑嫂，其实你看哦，亚条东西都係大家冇直接親身去接觸天然，大家就唔會啲嘅。今日呢節目當中就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韓國嘅故事愛同大家講哦。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權妹，加下阿權妹基金啊，再過來一遍，基本嘅阿權妹係17歲嘅阿權妹哦，韓國加下我基金搞一個做工嘅，做個盆栽，當地一下，韓國生下來我要來做野拓，基本嘅呢王正權、王太哥我來搞藝做，好啦，我要恢復正常，好惡心哦。生下來我來做是野拓，對不對？冇唔錯。野拓有下法冇？野拓冇咧，你下先是口到咯。好，下一擺再講兩門言啊。唔啊，咁你下你嗬，你下要介紹一下你啊紙，先介紹個紙。先少嘅紙係冇？呀紙係看起來黃黃嘅，很有手感、很有溫度的紙。係，你係用竹嚟做嘅。呀，係做嘅紙。係冇唔錯，你係你講嚟嚟，你下算特產，名產嘅。你而家講嚟嚟治療無？佢專門做啲手抄紙。好漂亮哦！嗰首頭擺啊，應該沒有人哋嘅做按用嘅紙，按用嘅紙頭擺嘅用途係咩？係做原紙。哦，難怪西有啲嚟窮。不過呀，它製作的老幾變之後很漂亮的，很多現在有人做嘛，個手工書啊，文創商品。對，文創商品就做得用按用嘅手抄紙來做。咁你哋是用專用乜啊？異業結合。哦，嗰首自由誒，係講啥下來？你愛托葉咧，托葉嘅要當到葉嘅，好同大家來分享，也就係清江嘅楓葉，韓國呀圓圓呢，看起來蠻可愛的，也係乜嘅葉嘅？茄苳樹啊！哦，也就係茄苳樹嘅葉嘅，冇唔錯。茄苳樹嘅葉嘅，韓國生下來，哇，這個造型很特別，很有熱帶風哦，也係乜嘅？聖蕨芥類的，一看就底下係芥類嘅稱呼。韓國我真的覺得它的葉子比較適合做葉拓的原因，是因為佢嘅葉係較盤，係較盤，對，而且佢弄起來哈好正啊，知道好多變化。哦，真的，今日等下我來做呀。韓國生下來還有一個葉係乜嘅葉嘅？你啊，應該你下動到然後先8個葉吧。係呀，他看得清楚，也係8個葉。其實做啲拿來做葉拓嘅稱呼有非常多種。非常多。除了葉以外，還有其他嘛？該做啲拿來做？松葉。哦，松葉咩做的？太皮嘅。最主要嗬，我又問講，嗰隻背面咧嗬，個葉脈嗬，要清楚。哦，故說做葉拓的重點就係後背，這個叫葉脈啦，要蛋糕有沒有一席有這個紋路的部分，我懂清楚。你睇像個榕樹還是種嘅？榕樹就平平。平平。對，我是你像啲好多像係點解當到咁啊，記得啊，嗬，咁你好唔適合。
哦，古时候也得叶脉很明显的，就做在拿来做叶拓。古时候也阿 Q 们就来做本太家看。做叶拓的时间，既然要用叶脉，就听说要用家嘅 Hellboy 先拿去狗色上去，可以烤那种色。好，也可以做渐层吧。做得。就是你想要用马改色就用马改色。好，那些用呀黄色要全部涂满吗？还是其实也不一定。然后一涂满哦，然后一高黏黏哈。转进来时间哈，会好食。哦。你然后一狗按泡泡的哈，等下出来的色是好冇按食。哦，古时候爱尽量狗呢。啊，爱狗几多皮咩？青菜。可以。自由发挥。看你喜欢多少你就涂多少。因为你转进以后哈，你是会老一种变一种土啦。哦，古时候今后还有时间。做得来好好设计一下，你是想要怎么规划这张图？阿像按用老几过后，不用上去以后还会拿一类纸，或者是抹布，对不对？抹不错。按用揢下去，咻，揢下去，好紧张哦。你还是等下吼，他们揢差不多了以后是老给拿去了，是这是转上去的。好紧张哦，拿起来了。啊，有诶，不过我用黄色有些些看不清楚，我觉得可以把它再来做一点渐层，有没有？再涂一个绿色或红色，再给老给拼上粉色，就会有很不一样的样子，而且可以做像叠影的感觉。错，但是那种土是会变冻浆诶，该爱掉呢，你也会本小朋友带转去的时间咯，其中老给大部别当啊，根本是老爸爸妈妈讲，去该当好教，是有两条东西。对，很可爱。古时候其实像按用嘅叶拓，所以过去有同多人甚至有发到嘛个布做的包包上面，也系讲 T 恤，有同到做法，不过亚种用发到字上背嘅，我知道咩同有录了行期嘅 T 恤。有啦，因为你是老。烧改了种来手抄纸，然后去治疗无爱东西，然后结合起来啊。唔好讲爱这家好事哦，爱是讲迄个大家都空下来好啊。对，所以是俩只会做两件事情，然后本小朋友是吧？来教无穷那东西，平常佢哋學教可能是水彩筆本記，其實發啊是拿專業搞作業、美勞作業，咁來到 N 那邊當然教無窮樣啊，無窮樣，真係無窮樣。所以是比教那種色彩三元素，比去拍看佢一把個色，然後弄出一張正正嘅圖，專業嘅時間咯，佢很做嘢攞去打個白單，然後爸爸媽媽講嘅。就當成是韓國戰鬥部卡可能有上是去家去那邊還會去搞嘅時間，可能去採個樹葉啊，戰鬥部卡去家再來做一邊拓印，一條東西都係小朋友記憶當中當初有嘅生活經驗。唔錯。對。講啲好是講個該阿舅母那個聖訣。對。你發很多白雞冇？不知道，就是看到就会跟我们讲蕨类啊，就给啦，韩国这类没给啦，明明就是过猫，但我们家也是叫它给啦。冇错，你合法很多煮煮卵，冇是三改卵。哈？煮煮卵是什么？因为哈，你做大家有，有只给球筋，有，你看下，这里，系冇唔错。哦，要做当有一类。这是夹嘅筋底部爱好，给它筋球啦，球筋。你啊，像人三改乱咗。因为丢了呗，冲乱穷样。冇唔错，该爱到像你啊土石有教嘅时阵，吼，爱到咩会自家去放，自家去放爱念一只咒语。念咒语张前面的，张前面的，佮唔系搭虫吼，绑起来是不是？挨老多也像见呢，迄搭条绑起来就。唔系，佢迄油条不油条嘅冇，油条上个奶好盆好肉虫嘅时阵，其他冇。古时候爱念咒语张前面的，该咒语迄很多人啊，绑嘅时阵，看，煮，绑起来张不油。真的呀，冇偏矮刚才就拄咧洗學教嘅時候，你知唔知糖到10個雞模式呢兩隻雞全部洗學啲啊，煮，好可愛哦！所以我哋都很記，很多煮亂那一年。所以呀，就很多煮亂。你啊，咩真係做得食來哦？哦，呀，做得食。做得食，該是第3檔嘅時上下哈，我哋講最 hot 哈，該是會這個。愛食嚟哦。做得，該是要出來是多一些。哦，很脆耶。脆。
吃落去。有一些些的甜甜，还有一些些的涩，嘿。然后有个泡，揉，哦，你也是。压低度，压低度就会水分冻冻。可以啊，冻到水。冇错，该是加特色啦，哈。像是山东冇带有水啊，唔讲爱去浸乜个河坝水啊，可能好染。唔过啲地方吼，啲山冻冻到。这很重要哎，这是野外求生知识哎。对，真是，你还真是。古时候去那不去到洋哦，迄假使讲有时而水分又浸到可能水源的话，迄走得来请圣爵的。冇错，所以它是天然的东西。古时候所以看清楚也个野白嘅外形吼，看清楚也个野白嘅外形。放开时间还啊，煮。咱前面多。放起来，你可能就前面到圣爵。冇错，啊，也是个。牢记带入你在地的生活哦，不一定除了教育，还要学到讲食农教育，你要低调条东西，还有把个作用啊样嘢。古时候其实像伢条做生意的时间，有真嘅拿伢的东西来什么？因为像我爸爸佢韩式嘅时间，佢就会讲几到3度啊，可能看到嘛个还蛮熟嘅果子啊，咩会摘来吃，还讲嘛个东西，所以做的是全部拿来吃，因为。头摆他冇钱，就冇钱去买呀的，人搭呀的，就不会拿呀。你们爱到咧，你们爱到个六条行好种下，啊，像爱细个时阵咩嘿啊，咩要教了条，咩要识了条啊，因为咋，唔讲我去买糖啊，我去个店去买糖啊，好染啊，所以第3档嘅时阵是讲什么个靠山吃山，啊，该你该是识了条。哦，东西是当神器啦。对，就是神器，没嘛个好生。嘿，是讲神器，你哈老了，你生发的经验，老辈咁你哈些学的。哦，其实你按呢一讲，我就想到可能我很些时间没有可用食过亚的东西，我有吃那个做姜草。哦，做姜草给筋绑起来，有没有？就是按样拿点 K， 还有那个是什么？美人蕉那个花，我拿来浇加个花蜜。我是该悬钩子、野草莓。对，古时候其实像我呀，哈其实唔可以讲我几多岁啦，我非常我很细嘅时间，其实我没会食亚的东西，我唔知呀，哈个小朋友家都还不会什么。你哈我哋吼，因为我哋早上咧个细学全部都啲读书，佢吼讲人哋佢都唔知你係乜嘅东西，可能喺佢時代時叫嚇到，哎呦哎呦，唔過搞佢哋以後佢哋咧知識以後吼，其實啲咧，坦白啊，對佢自家啦，咩有所成長。對，其實這是很小的記憶，唔過呀，他想起來是很快樂的回憶，同朋友啊，同好啲嘅田地都食東西搞東西。嗰時候生農教育輕鬆有嘅就係按呢，唔但搶有呀做葉托，還有做桶飯。有啊，但是做了了掉以後啊，該種煮要搖啊，梗係就是會搞不一定是煮桶飯，咱咪記得自家做歪哦。自家做得做出來煮桶飯。係，我哋了攪好，記得一自家醃啊。啊，自家醃以後，搞幾樣慢煮啊。哇，你還可以煮桶飯，還有包就是那個雪蓮子哦。怎麼那麼高級？阿叫唔可以咁厲害。好高級哦。所以一定要先好養生啊，唔可以講全部係煮肉料。對，而且很有趣，是會去拿呀做講咩係天然嘅東西，就從自家包翻包，咁樣就做嚟落去接落去。你改片吼，改種來做個，像你做個當道，哦，梗係就是會用在地嘅資源，哦，你係像你係貴族嘅地方，係就是會做把個調理做，做大的，哦，叫用途當道。對。你用細學來，仲唔可以向佢做調理做嘅地方，梗係就是老講，拿來做其他嘅運用，來食東西啊，用到了做廣飯，叫做普通的吃飯可能是啲學校是打飯，拿就飯去做，咁你唔係叫自家做，拿做講自家記。當貼片嘅經驗，古時候講下雖然阿喬妹見過藝術其實唔過等下喺節目當中係真見有一個貼片寫來賓我來到節目當中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同大家收機哦。
分享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從一群阿群妹，今日吼正經同大家小記動到神農教育嘅課程，加上唔單槍吼，有做嘅呀椰拖啊，韓國竹工嘅盆栽啊，韓國有設嘅竹筒飯啊，韓國剛剛我一出假裝我係17歲，不過今日全部當中正經來嘅小朋友來分享宥嘉，分享你好，你好，好可愛哦，宥嘉你今年幾歲？8歲還是7歲？說滿7歲了，滿7歲了，所以一定要8歲了。所以你剛剛我玩的那些東西啊，比如說我玩那個畫竹子的盆栽，這個你有畫過嗎？有嗎？有嗎？有畫過嗎？沒有，你沒有畫過，還沒畫過。古時候可能小朋友某個年齡層就會幫他規劃不同的神農教育嘅課程地度。唔過，我想講，其實宥嘉是蒙太公嘅聲音咧。古時候佢聽說董家批田地度高。那宥嘉，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平常去菜園裡面，你最喜歡做什麼事情嗎？你會去看蟲蟲嗎？會。會。那你敢抓嗎？不敢。那你下次要抓抓看。那個蟲蟲在手上爬的感覺很奇妙，很好玩。那你喜歡去菜園裡面，你最喜歡吃什麼菜？喜歡吃高麗菜。高麗菜。那你喜歡吃玉米嗎？喜歡。喜歡吃玉米。那你還喜歡吃什麼？喜不喜歡吃番薯葉配嗎？橄欖丁嗎？地瓜葉嘛。喜歡。地瓜葉你喜歡嗎？也喜歡吃，所以剛剛我們玩的這些東西，你其實都有玩過，很多都有玩過。那接下來 ML 來同大家來搞另外一類，我覺得也是算是非常有趣、非常刺激，韓國黑頭白嘅東西同現代的東西來做結合，就會拿呢這個哈公夾鬼針草、岩鹽草，你們叫岩鹽草是不是？岩鹽草拿來搭，係冇唔錯，佢條個兄弟啊。哎，對，我小學哈，你還記得沒同學教？對，教了是？就娘都同學當過，黏在同學身上。哎，冇錯啊，前面人一借話，後邊人對啊，是用那個沙機。哦，不過啲你從開始哈，鼓勵到小學嘅安全。哦，剛才老師會講，該你是會結合一下。莫不亂走，而且叫標靶，有一個目標。所以骨頭呀哈，我們就來請這個宥嘉來拿那個鬼針草的碟爸爸來丟那個標靶。可以碟得到幾多分？好，來丟丟看。快，盡量丟。哦，80分。80分。再丟，再來。等下換姐姐哦。再換我，等下換我。10分。哦，看姐姐有沒有很厲害。換我。嘿，哎，我竟然沒有丟到。再一次，我剛才信心滿滿，200分。哦，我還是沒丟到。唔會。哦，兄弟好，我哋本身有教以後啦，你是會咋不一定有獎勵。哦，分組的時間，好高分的該一吹，你是有獎勵。剛才就是很有趣，很刺激耶。剛才就不會嘛該是的。乜該東西影片沒有一點，唔過也係做電腦嚟當水壺可以喝茶。哎，是茶應該是吧？熟的，對，像日本人啊，搖起來就是茶。哎，唔過你老改良哈，你邊度嘛？劍玉。哦，超跳起來食擺就啊，你老改良，好斷掉，好好食。哎呦，你會玩嗎？哎，講起來會搞呢。會啊！這也係真經做得可以成功嗎？中文剛才知道好難哦，你看。跳蟲咧。跳蟲，按鈕還是跳蟲？還是跳蟲？也係完全田野嘅，就是做工作嘅呢，完全冇。係啊，因為剛剛講到，你了解做個動作，你是不一定啊，利用動作嘅東西嚟做下童玩。哦。你仲下冇手機好教啊，冇電腦好看啊，天氣好少啊，哈，咁你是會做掉條好教嘅童玩。對，應該可以專注個大概超過10分鐘。對，誰有會點下來，所以可以做事情。很安靜。多少真你就用按鈕，就做得可以獲得一個很古早味、韓國又會田野嘅東西。好，但是會小改啲啊，像啲啊竹竿，像啲啊竹竿嘅動作都會用啊。哦。像你家講嘅
煮飯嗰時就煮呀，係點樣啲雞吧？飯做下煮，你做下嗰種嘛，雞泰福條。哦。泰福條係煮啊，雞會介紹一下，雞泰福條前面長條嗰種都係3種東西唔知吧？有一種老足嘅要上蓋。我想到咧，嗰種泰族講用盤咧。係火筒。啊，叫人攞火筒，對唔對？而家係嗰啲農貨，係農貨嗰時就啊，用咩當錢嘛，會燒，跟住呢個啊火夾。火夾。係夾啊！用嚟夾地度嘅炒火一條。夾火絲啊，夾炒落去啊，嚇，係呢隻料啊，火料。火料係拿嚟做乜嘅？料嘅火。因為佢燒嗰時就火係啲嘅底下嘛。咁後尾你下一年起火咧，咁火一流料出來啊！原來係咁，你看亞下眼就冇按用嘅，亞下相片有看到。其實亞下年紀嘅當時有按用嘅太早頭嘅。當時咧。頭擺啲牙嘅蘿蔔，我其實完全冇當牙蘿蔔成法講，我爸爸就會同我講，頭擺火放地度，10番哦，佢43年，多年我啲嘅食法，就係用按用嘅太早頭嚟做飯。因為頭個牙師傅冇按風風險啦。對。咁你說嗰種泰福條啊，炒菜啊，煮飯都係種福條。咁唔係一燒，一燒冇辦法啦。你咪就你炒菜嘅時節，啲蛋糕炒，你係用瓦斯爐做關火，咁用木麻嘅時做唔得啦。咁所以一燒要固定火。古時候炒飯員，我同姑父嘅人講，火喺盲掉呀，用盲咯，一攞火煮出來。所以佢有當然向下將做得完全兩隻船。所以將來呢個火防火地擺啊，2隻火炭。6件6隻組體，嗰時講向下出版嗰時，當然啊，頭嗰農業社會嗰時嗬，做些人同多，出版講假使真係就6、7、10向下出版，有時我出版一隻組體來唔出啦，所以睇一下向下做。有時老小朋友講，將家你講做紅班咩啊？見到來看到都唔係一撒啲個是啊吹電咯，咁係4、5撒喺度天數，然再食到你就美味。哇！古時候咪話大家向下來合作，咁做得真經體驗到呀，神農教育課程嘅清珍貴嘅素材。錯噶。不過其實我像泰國你自家有啲個帶小朋友，你自家就會啲講神農教育對小朋友來講上來有幾重要嘅。你也就部分再講一下嚇，因為將來你喺轉去教細路，咪就唔好幫佢拉hand擺啊，講解係啲哪會來啊，亂係啲哪會來啊，結果會將有條細路講，啲個超商大賣場來，平常大可能先有，咁有一擺將佢有去隻賣場，佢經過嘅時間看到什麼，你都會講，那個蛋啊是怎樣？你看到在賣蛋的，然後那個公雞是吧？對啊，你這是怎樣？公雞跟蛋，怎麼了嗎？我看到的是那個公的在生蛋，公的雞在生蛋。嘿，佢個土啊，佢講係友善雞蛋。如果佢個土係解公人解。因為可能我相片好看，我同佢托嘅伊咧加工嘅相片，用到蛋糕，係個我一粒來，我一粒爛出來。跟住就，哎呦，其實我哋係冇看到，嗰時候佢看到佢這個當反應，哎呀，爸爸媽媽，咁用乜嘅公愛人解，用乜生卵咯，用乜愛用人。很棒耶！我覺得宥嘉知道這個很厲害。所以我是講，你下細路啊，佢從你下7、8歲是啲嘅。咁你去做細人，你下可能10、20歲嗬出社會，有乜唔啲嘅？我們完全無感嘅，就是會略過那個照片，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好奇。還是說，尤其我們下對下一代嘅教育嗬，其實當重要，唔可以不如啲講下難聽啲，冇從嘅算咧，叫菜本唔清楚。唔好講新年咧，當到太年都還本唔清楚啦。對啊，就是說從小讓他們知道，現代東西係乜嘅，啲奶片來，講下難就，祈福啦，對於呢啲將人老人家啊，阿太阿婆啊，
咋？感谢记得，如记得古代，你让人好些哦，你也是讲教育下一代，而且都俩当重要。古时候像按样嘅神农教育嘅课程制度，因为出家爱多咧，古时候分动多小朋友做得来报名，按样嘅来报名嘅资讯係乜嘅？我哋有啲臉書 FB 哈，有個七甲式染 T， 七甲式染 T 哦，自家實園地哈，喺臉書粉絲專頁有公告，有宣導這個資訊都有，再來是做聯絡我。哦，出家聯絡王太哥，韓國許多呀哈林人啊，因為有個手太嘅關係，這個收訊不太好。剛剛好，我們遠離3C 產品，接觸田園。來到聊天哈，最主要你係就同學，我知道同神奇愛啦，是講老細偶爾都一年夏天來嚟後咯，開始熱係假日。哦，爸爸媽媽都在輕鬆一下。係，做得啊，因為平常時睇自己都愛咋，愛穿鞋啊，嚇，愛工作啊，嚇，該忙啲都介意咧，係我抬細我，該唔是，然後細我拄咗一年來，該然就做去約會，當叫冇約會咧，要細我嘅時間是。對，嗰時候安陽就有辦法來參加呀神農教育嘅課程制度，嗰時候基本因為什麼王太哥也謝謝佑家，謝謝你們來，謝謝。沒什麼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叫我來做運動了。